大家好，我接下來講嘅係食咗大麻會點樣？睇下如果食咗大麻，你嘅代價係會死。睇下一個人，哇！食完大麻直接精神放魔，坐喺度，跟住直接我嘅賓州，呢個人抽筋啦！呢個人抽筋啦！拎佢呢個嘢先可以殺咗佢。你竟然敢咁樣對我！我再殺咗佢！咁知驚㗎啦咁樣。睇下呢個狂狗。想去啊你！大家如果睇咗色情片之後嘅後果，你將會跟住懟入嚟嘅 JJ， 做一個JJ。因為我哋班就有一個人被稱為黃子陽嘅人，佢成日出現這個動作，請睇我示範。話我做什麼？做會做會點解你哋喊我？請記住，我哋係清純小學，請訂閱我哋，可以以下可以看更多關於黃子陽的視頻。大家下集再睇毒品篇。拜拜拜拜。